这是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咱每一个版本的页面咱看见无吼？那显着我来读。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按所查的表来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召咱的赏以上。这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袂记你背后努力面前，袂记你背后努力面前。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到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带领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也感谢伫主里，阮个福气会当来敬拜你。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你的灵亲自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明白。我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对今年开始的时阵，咱有一个主题咧讲到丰盛性命，因为上帝应允伫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个丰盛的性命。但是咱可能有感觉讲，咱乃无迄种感觉，我的性命。过去的生活无感觉真丰盛，到底是甚物？所以咱已经讲到第4讲。伫中间的时阵，咱为第1讲的时候讲到讲，你会在期待你的梦想会当实现。这个梦想英文就是讲 dream， 讲有梦最好。啊，就是表示讲你有这个期待伫咧，咱有可能梦想，咱会感觉想到梦想就是想讲白日梦啊，所以感觉是无好。其实梦想就是你的期待。当你若有这个期待的时阵，你才有即个望伫。当即个期待若搁甲上帝当结连做伙的时阵，安尼你就会当期待即个梦想呢？即个期待一定会当实现。上帝互咱的即种期待是啥？是一个清楚又真正面的。所以咱就既然安尼，咱就要用上帝眼光来看咱。上帝将即个期待、将即个梦想赏赐互咱，就是要祝福伫咱的心上。咱用上帝眼光来看我，咱毋通感觉讲家己我哪有啥物啊？我袂当的啦，啥物人较好啊？啥无？上帝就是将即个期待要互你，所以你来继续挖靠着伊的恩惠。安尼时，你伫年头开始时，你会感觉上帝今年互你即个期待，互你即个梦想呢，一定会去实现的。因若是甲上帝结连做伙时，所以咱会当期待一定当实现。第2个是咱讲到你要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因为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可能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所以上帝对你的完美的定义无共款。上帝创造你的命运是安尼，创造伊的命运是安尼，伫即个命运中间，上帝就是创造你安尼，所以咱。因为咱拢是照着上帝形象来创造，咱头一个爱有即种认知伫咧，也有种确信伫咧。然后，但是咱感觉讲，咱为什么上帝既然创造我是安尼，为什么我敢若行出来毋是安尼？原来咱人拢受到咱的社会、咱的环境的影响去，咱的思想就要开始变化去，咱开始毋是照着上帝旨意来行。所以圣经甲咱讲，咱在定头生。就在伫主的听内底时，佫一摆放弃咱原来的旧的我，成做新的人。咱的旧的我已经甲主耶稣共阮定死伫世界顶，即摆咧活不再是我咧活，是主伫我内底咧活。所以咱得脱去咱的旧的人，甲脱去咱的行为，咱穿着新的人，是做下伫上帝心意的人。咱若要有丰盛的生命时，咱常常都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现象，就是恢复到上帝早时创造的你。那呢时，你就要接纳迄个上帝所创造的你的迄个自我伫咧，搁在定根伫上帝话语。咱世间所看到遮个，拢真侪拢互咱污染伫，互咱真无正确伫咧。但是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正确，伊是真理，所以永远袂改变。咱来牵调伫上帝的话语。然后进入到一个健康的信仰的种群体中啊，就是到伫教会中啊。你有属灵谈判，常常用上帝的话语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勉励、彼此来安慰。安尼的时阵，你就会当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第3讲，咱来讲着讲，咱的思想会影响着咱的行为，咱的行为会影响着咱的命运。咱的思想应该倒一种的思想才对？原来咱的思想应该是下伫上帝的即种思想。
所以咱就讲伊，咱过去、咱现在的结果，就是以前思想造成。那未来要安怎？未来就看咱即摆思想有改变啊无？所以咱就要改变咱的性命，改变咱的思想，改变做安怎？改变做下伫上帝心意。意思就是讲，咱乃是一个真积极正面的思想，咱阁是真公义，甲即个圣洁思想，咱阁相信圣经中间互咱所有的这应允伫咧。所以表示讲，你要有一个符合的上帝，而且心意是，你一定要倒转个圣经来读。你读了，你才知影上帝心意是甚物。上帝互咱有遮尔侪应允，圣经中5、6千个应允，拢总一直咧实现，毋是干那迄边实现就好。以后嘛是伫咱的心中，嘛是要实现遮个应允伫咧。所以咱来去读圣经，咱才知影。咱甲咱伫报告中间去报告着讲，咱即嘛有咧推动一个100字读经的运动伫咧。咱的周报中间夹一个绿色证纸，就是要坐。咱毋茫透过讲道，透过逐步，因伫迄个所在认真配合共一个目标，所推动的就是要诚做咱的帮助伫咧。那么愈来会当愈明白万事互相效力的意思到底是啥？万事呢，毋是某一项事尔啦，拢是要对听上帝人有利益。要诚做咱的帮助啊，咱的性命就要过着一个丰盛的性命。咱今仔日进到第4讲，第4讲是要来问几个问题。头一个，你有感觉你目前你的过去的时，你感觉是真满意，还是感觉真遗憾、真可惜，还是感觉足悲伤的，还是感觉真后悔的咧？你有满意你的过去到底生活了如何无？有可能咱的过去是一个真悲伤的这种的记忆伫咧。有人可能做生意失败，有人可能因为讲一句话就甲伊的好朋友伫个所在无来往几啊年啊，伊也感觉真悲伤的，还是你无把握到一个真好的机会啊？你感觉真可惜的咧？是毋是即种情形？还是咱拢无即种情形？我感觉过去也毋知安怎呢？我就白白安尼过去，敢是安尼噶？你的过去到底是如何？你的未来咧？你对你的未来，是毋是面对充满着非常的忧伤的咧？咱在最近咱的新闻中间。你若电视开开的时，新闻绝对是咧讲到，一定讲到日本这边所遇到即个地动、海啸，甲即个核灾。因为即个核能发电的时阵，伫遐受到破坏，遐放射性的物件拢造出来。问起遐个，咱看伊咧访问遮灾民的时阵，伊讲因规个厝人拢总无去，敢只一个人。迄是老人，迄是中年，迄是囡仔。拢家庭拢无剩伊家一个人，所有的财产拢总无去啊！咱敢想象就好，一个村拢总灭掉，那以后要安怎恢复？伊的财产伊也要记录到底是倒？这银行若拢记录有到伫总行无受的伤害就无问题，若有无的时要安怎？所有的厝内物件拢总无去，要安怎来重建遮个？迄绝对是真恶的想象会当恢复的。你对你的未来什么充满了忧伤，所以咱看见因咧访问中间，有几啊个这人就讲，伊毋知要安怎活落去。你的未来什么是幽暗是安尼？啊，是因为你想过烦恼着过去，佮烦恼着未来的时，你已经袂记咧讲我爱活伫现在无？你什么已经袂记咧讲我爱真认真活伫现在啊？是。上帝想出咱每一样拢有咱逐人无共款的即个命运，甲即个性命伫咧身。你对上帝所想出你的性命的态度到底是如何？你感觉你真安尼感觉无满意，还是非常满意？啊，到底是安怎？伫我的性命中间有遮尔侪过去要影响，啊，佮未来佮忧伤，啊，现在佮毋是真无真啊认真伫这现在时，我要安怎面对遮？其实咱对性命的态度会非常影响着咱会当得到丰盛的性命啊无？上帝应允要互咱每一人拢有一个丰盛的性命，但是咱却无一定会当得到，为什么？今仔日咱三个要来学习保罗，伊伫小腓立比书的这圣经时，伊伫遐来勉励咱做来读这个圣经节。兄弟啊，我袂记你后面的事，低于头前的事，所采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来的想，保罗写腓立比教会时，伊伫迄个所在甲因勉励，才有勉励着3项代志。头一项就是讲对过去爱安怎，第二对现在安怎，
第三对未来安怎？头一讲对过去你爱甲袂记咧，然后对现在安怎努力，你爱努力伫面前诶，然后袂记你以前诶。第到未来安怎？你要按照迄个所在表来走，要得到迄个赏，所以表示讲你爱继续，迄个走无遐紧就停，所以你要继续安怎有一个望伫头前伫咧。基本上讲起来，保罗互人的勉励就是安尼。但是咱要来想看，你过去敢有可能袂记咧？你对现在要安怎来努力？你对未来要安怎望？未来就是表示咱唔知影啊，但是咱要安怎有望，可以咱继续这望伫咧。咱三个要来学习，咱的生命的态度到底是啥？你对生命的态度头前，对过去的时，咱唔当去互过去填满着咱现在甲未来伫咧。咱对过去无可能也袂记咧。但是咱会当互伊成做正面的帮衬，毋是负面的即个影响伫咧。我毋知你的过去是啥物。那对国家、对台湾上爱大过去一项代志，咧已经咧伤害着咱，就是礼拜事件。那礼拜事件，你无可能叫人袂记咧。政府敢若一直叫咱袂记咧，哪有可能？过去是无可能袂记咧。但是你会当赦免，你会当互迄个事件成做咱的帮衬，知影讲咱过去安尼无好。然后咱以后爱安怎？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有真相伫咧啊！你知影过去是安怎？我有检讨，所以咱这是讲到国家的代志，咱家己的代志咧。哪有可能咱的生意失败？哪有可能咱伫人际关系内底真无好？甚至这青年有可能是失恋去。这过去这物件，互你的真悲伤的代志，互你真感觉真无好的代志，你有学习着什么功课？你有甲伊成做正面的帮衬无？啊！我学到什么功课，所以我以后袂安尼，还是继续沉沦伫迄种负面的影响伫咧。咱个讲的敢若是无好的，咱讲好嘛无要紧。过去的时我是状元，我的生意安怎一工安尼一个月赚几啊百万、千万的，啊，即嘛无好啊。但是我过去是安尼，一直想着过去安尼，这敢对你有帮助噶？无，因为过去会当成功的是，表示讲你有安怎付出，你即摆若继续搁安尼，你毋再当得到啊。无，咱敢若一直想着讲我过去如何，我早时安怎？过去到底会当影响到你，填满到你的现在，诚做负面啊无，还是应该正面？咱讲在咱的过去大部分拢充满了这种失败、不如意，以及罪甚至犯罪伫咧。圣经中间甲咱讲，耶利米哀歌。第3章的22节到23节，伫迄个时候讲，咱无抵到别无是对耶和华这阻碍，因为伊的人民无强进，主的人主逐早去换新，你的诚实极其扩大。咱的过去无毋对，有遮会真无好，但是有影响到你无？这圣经在甲咱讲安怎？上帝的人民是逐工逐早去换新的。逐工早起换新，华语版讲每早晨都是新的。伫这所在知影也上帝知影咱的软正，伊知影咱无完美，伊知影咱的毋对，但是伊每工互咱新的慈爱甲怜悯的。你有感受到？还是你记忆中间上帝对你的帮助是啊？10年前的时阵上帝安怎？哦，搁较早20年前上帝是安怎？甚至是讲还是旧年。无呢，才甲咱讲安那，上帝是每工拢换新的慈爱甲怜悯伫咱的身上。你敢有去领受着？你可能已经袂记你这，无去领受，因为你安那，你注目伫过去，你注目伫这无好的，所以你无敏感的心去领受着上帝每工新鲜的这种慈爱甲这个怜悯伫咧。上帝的心意是因为上帝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咱以爱，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人拢会当悔改来得到救，所以伊才爱呢。咱伫彼得后书第3章的第9节，伫这所在伊讲，主的应允，主无延延伫所应允的，亲像人有咧看做延，就是宽容恁，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咱刚好有代志，敢咱上帝怜悯、上帝慈爱无够伫咱，到底是安怎？咱讲上帝已经袂记咧，上帝已经甲延后去啊。无上帝是咧等咱，伊是一种宽容咱，互咱有机会当悔改，因为袂爱世间人来人拢得到救。每一个人有这个机会伫咧，无爱伊沉沦，可会当得到救。所以上帝是互咱有一个机会伫咧。过去这资料，毋是要互咱
毋是要互咱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怨恨，还是伫遐负面的影响伫咧。上帝佫赏赐咱有自由意志伫咧，所以咱每一个要负责任去选择咱头前要行的路。但是咱既然选择了，咱错误要安怎？是要互咱悔改、认错、悔改，甲挽回倒转来。毋是要互咱伫迄个所在受到捆绑，甲受到即个负面的影响伫咧。但是咱嘛爱知，咱虽然无爱安尼，无是好，咱决定无爱受这影响伫咧。但是咱要挽回、要悔改时，咱嘛爱知影讲，咱无一定会当修正原来即每一个即个错误伫咧。咱甚至爱伫遐来承受所带来即个效果伫咧。咱看见大鼻王，伊伫遐行甘霖，佮借刀来杀死人的时阵，但是尾啊，伊悔改，上帝讲你是合我心意的，但是你做这毋对，你嘛得承接伊的效果。所以伊甲拔示巴头一个囡仔，伊就伫遐来死去，上帝甲伊的性命甲除掉去。伊的囝押沙龙尾啊背叛伊，抢伊的王位。佮甲伊的即个兵妃，伫即个正人的面前，伫遐来行奸淫，互伊的老爸受着遮大的即个侮辱伫咧。你做毋对，你嘛得承接着你的效果，但是你袂使因为要避免这，你无去甲上帝关系伫遐来恢复伫。过去的经验，上帝互咱自由意志去行出来，咱行了毋对，上帝是爱咱倒转来，悔改倒转来，爱认错倒转来，毋是要互伊受着捆绑伫咧。咱要安尼做啥呢？因为咱甲上帝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这是一切根头。你若甲上帝关系好了，你才有可能开始甲人、甲家己的关系才当四正。你若感觉你甲别人的关系一直无好，你嘛对家己非常的感觉家己真无好势，我哪会不爱参与什么人共款的时，这就是你甲上帝关系已经出问题啊。任何咱甲人的关系，任何咱甲家己的关系，咱甲即个宇宙的关系无好的时阵，头前爱想的，毋是去努力遐物件，是倒转来努力甲上帝关系到底有好好啊无？这是一切即个根头伫咧。你若感觉你无办法的时，上帝要甲你讲，伫以弗所书第3章的20节，伫遐讲上帝为行做盘过，伫咱一切所求所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关联。你讲神造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匆匆出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感觉无办法，伫你当然无办法，但是上帝绝对有办法，而且要去超过咱所想所求的。上帝要帮助咱超过咱所想所求的。伊互咱一个真大的应允伫哥林多后书第10章13节，伫遐讲：恁所拄着的试无，毋是人的上司，上帝是信息，无要互恁拄着试过头，伫恁所为长的，就是伫受试的时阵，要开阔脱出的路，互恁长回去。上帝互咱因为讲，加伫咱身躯上的，拢是咱会当受的，若无伊嘛要加添你。来量互咱，啊，无就甲咱开另外一条路互咱。上帝听咱听到这种情形，所以你毋通遐尼容易就放弃讲，上帝啊，这我无办法。有上帝透过这，要互你得到成就，要互你更较勇壮起来，要互你得到成长起来。所以毋通安尼真容易就放弃所面对这困难的咧。但是毋通受到伊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这个影响的咧。你若认为？咱常常拢认为是讲上帝已经无照着咱的心愿伫遐咧成就，上帝其实已经甲你打记号，讲已经结束啊。但是咱继续伫遐咧问讲为什么？为什么？原来是咱对上帝无明白的咧。上帝要甲咱讲，发生伫咱身上的这事，伊拢总关心，拢总知，但是要互咱来得到成长。但是若无照咱的意思伫遐来实现时，真可能就是两项代志。头一项。伊无下伫上帝心意。第二，上帝认为你还未准备好。上帝咧等咱呢，毋是咱咧等上帝。真侪人伫遐讲求什么代志以后，就开始等上帝来成就这个代志。伊无伫遐开始无要做什么代志啊。上帝要甲你讲，代志还未成就，可能就是啥？你啥物无下伫上帝心意？第二，你还未准备好。你要紧努力，是上帝咧等咱，毋是咱咧等上帝。咱若有缘，照着咱家己的意思一意孤行，咱搁做毋对的这种决定，啊，搁无顺服的时阵，咱就错过上帝本来互你上介好迄个 A 计划的。
但是无要紧，上帝足慈悲咧。咱虽然毋对，咱毋通失望。上帝有足侪 A 计划、B 计划、C 计划，足侪计划咧。你若即条路行无通，已经失败啊，是因为你家己的原因的是无要紧。上帝讲无要紧，你若倒转到我面前，你会使去行即条路。遮尔侪即个方法要互你行的时，问题是讲咱愿意明白啊无？啊是问题是讲咱愿意顺服无？啊是咱根本就无爱听这个话，无爱听咱的属灵伙伴，无爱听别人说的话，无爱听去圣经所看的话，敢若咧互你有一个声，你犹原坚持你家己咧行先，常常受伤的就是你。你袂当听去上帝的声，袂当得到即个祝福的人。咱来看罗马人书第8章28节，甲咱讲万项事是互相效力的。咱在万事三角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万事互相效力，毋是讲某一项事呢，毋是讲对我有利的代志呢，是万项事所有的事拢是互相效力。上帝允准伊发生，要互什么？要听伊的人得到利益。你无得到利益，是因为你无够听上帝，还是你无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来帮助咱。你若顺着顺服的心的时阵，所有发生伫咱身上的，就要成做你的帮助的。所以咱毋通活伫即个负面消极的即个中间，咱毋通互过去即个代志伫遐影响着咱，毋通迄代志就已经明明就定局，已经决定啊，咱搁伫迄所在，搁在咱想到底是要安怎？咱来专心伫安那会改变的代志，毋是袂改变的代志。咱毋通互从以前过去的即个遗憾来破坏着咱明仔的即种愿望。甲即个梦想伫咧，有时这代志毋对，毋是在伫咱，但是咱嘛得行出来。咱嘛受着这负面的即个影响伫咧，免得咱去阻挡着上帝今仔日要赏赐互咱即个祝福伫咧。咱毋通过去颠簸着咱的现在甲咱的未来伫咧。有可能咱有一项关系，咱有一项代志顶面，咱投足侪心力的。咱足侪时间呢，咱足侪金钱，还是情感伫咧时阵，你会期待有即个好结果，但是结果是无，事与愿违。代志甲我所想象、所愿望的无共款的是，你当然会感觉真失望啊，你会感觉真伤心啊。你真可能为着你的投资，真可能为着你的工作，学生的是为着伊所付出的读册，还是你有甚至青年为着伊的谈恋爱，还是咱已经成家的人，咱甲囝儿的互动，咱甲咱的即个配偶中间的即互动，我投资遮尔精神，毋望互你着改善，但是咱看见无安尼，咱是毋是感觉安尼真失望伫咧？圣经中间有写一个撒母耳对即个扫罗王。上帝透过扫罗，会透过撒母耳去找以色列头一个王，即个扫罗。伫遐甲伊讲的时阵，去找着即个假的人，看到即个扫罗头一个印象是，伫撒母耳上卷第9章的第2节。伫遐讲，伊是搁勇壮，搁好生做，好生做是以前用语啦，就是缘投啦吼，足缘投咧。搁刷落一句讲安那，以色列人无一个通甲伊比的。就是以色列人上个缘投的，佮讲伊个人比安那比别人拢悬一个头起来，哇！这个人你一看到，马上讲，哎，这是将才。所以撒母耳真欢喜，就为着伊伫遐来甲封高立做王，但是可惜扫罗以后背个上帝命令，伫迄所以伊家己是王啊，所以伊伫遐来家己献祭，献祭是祭司的代志。伊等祭司无来，伊就家己伫遐来献祭，伊表示上帝的规定伫咧。上帝就气杀扫罗，叫撒母耳搁去另外用油抹一个王。迄个时阵，撒母耳非常的伤心。阮用人的眼光看，即个就是应该上介好的，哪会无用即个时阵？迄个时阵，上帝安慰着即个撒母耳。伊安慰撒母耳时，伊安尼讲：我已经气杀扫罗，无互伊做以色列王。你为着伊。忧伤要到偌久啊？你为着伊忧伤要到偌久啊？上帝今仔日嘛要甲咱讲，你为着你过去遮个代志，无好个代志，你要忧伤到偌久啊？你要受到过去影响到偌久啊？上帝甲撒母耳讲刷落去讲一句话讲哪？你着用油
堆油满满，你着用角堆油满满，你着用你即个迄牛角堆油满满，要创啥？要去抹油伫即个新的王身上。卡斯保罗，卡斯扫罗伊若无上帝爱咱袂去，毋通受着即个过去影响是要叫咱重新开始，就是甲咱的即个角底油底互满满。卡斯撒摩尼伊当初若无听上帝的话，伊就失去迄个大鼻王去。伊听上帝的话，伊另外搁去找着即个大鼻王。大鼻王是以色列上较优秀的即个君王，伊就失去即个机会去。咱若迷失伫咱的过去时，咱真可能就失去甲上帝对咱另外一个更较好的即个计划去，迄是超过咱所会当想象的。所以伫你的过去，你要袂记你背后，然后要努力伫面前的时，就是头一项，咱毋互咱的过去影响着咱的现在甲咱的未来。第二点，咱若对今仔日安怎？咱来选择今仔日是迄个喜乐的日子。咱要宣告讲，我的生活，即个上介好的生活就是伫今仔日。咱毋免等到讲一切拢完美，一切拢无问题啊，一切目标拢达成啊，咱才开始伫迄个所在来喜乐。因为喜乐是安怎？喜乐是一个意愿的一种选择伫咧，佮加上上帝赏赐、上帝祝福，就临到伫咱的身上。咱知影平安，甲即个甲喜乐无办法，咱家己制造的。咱制造出来是表面的，为心底出来平安，为心底出来这喜乐，只有上帝当赏赐。但是上帝若要赏赐予你，你佫无这意愿要安怎？你嘛袂当领受着啊！你若一日到晚想要互人来搭来搭去，你哪有可能有平安甲你送啊做伙？你若一日到晚要忧愁，你哪有可能喜乐甲你做伙？所以讲，伊是一个意愿的选择。我以后要有一个喜乐的生命。上帝你赏赐我，上帝欢喜就赏赐伫咱的身上，然后这个喜乐就到伫你的身上。咱若互环境来左右咱的时阵，咱真可能就失去了上帝要赏赐互咱的这个丰盛的生命伫咧。但是你嘛有可能面对着咱人生上界的这个山谷伫咧，上界失望。上个无望的时阵，你嘛有真好理由讲，我无办法来喜乐起来。但是你若无要喜乐，这负面消极对你嘛无啥物帮助。你可能是生意失败，你可能对金融风暴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无工作。你可能真侪这代志，互你感觉足失望的。但是你敢若想遐，你嘛无办法得到帮助。你爱互今仔日。你爱宣告讲，今仔日是我上好的日子，因为安怎？上帝要将喜乐赏赐伫我中间。我有要喜乐的这种意愿，我要选择安尼，上帝就甲这个喜乐啊赏赐伫咱中间时，你才有办法去过着这个喜乐的日子哩。上帝知影讲，咱的生活非常定定困难伫咧，也有这个征战伫咧，有挑战伫咧，但是伊爱咱停止为着将来来忧闷伫咧。所以，伫马太福音第6章的34节就讲：你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一日教业。上帝当时伊嘛要，伊知影讲，咱虽然甲咱苦讲讲咱免看路，但是咱继续看路要安怎？因为咱靠咱家己。上帝要甲咱讲安怎？讲伫赏赐我气力的，我事事拢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你家己可能无办法，但是你若靠上帝时，伊就要帮助你。上帝毋但要气力互咱，伊嘛要咱安怎？会当常常喜乐呢？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甲即个箴言第17章22节，拢嘛是互咱一个勉励。伊伫说来讲来，你点伫主来欢喜。箴言讲安怎？欢喜的心是好药。喜乐的心是良药，真正这是一个喜乐是真好的药啊！伫咧，上帝不但互咱气力，佮毋望咱会当喜乐伫咧。网络讲一个故事，讲有人得到癌症了后时，伊干那伊就放弃啊，伊就开始去游山玩水啊。尾啊倒转来时，迄个癌症袂当超过1年的癌症完全无去啊。伊研究了，结果讲是心脏，因为你喜乐。产生一项物件，这个物件你袂当分互别人用，敢若你会使使用，
迄量只有敢你会使，你着哪喜乐，伊着生哪多；哪喜乐就生哪多，然后你的病就无去。所以迄个主题讲安那，上帝已经将癌症的良药赏赐互你啊，是你家己毋知影要安去提取。箴言嘛，甲咱讲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是上介好的药啊！对咧，上帝伊爱咱每一工拢过到真喜乐伫咧。咱若会当伫困苦的时，犹原非常喜乐时，其实你就是甲即个魔鬼甲拍一拳落去共款。伫这尼米第8章的第10节，伫迄个所在甲咱讲。你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法律版讲，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的能力，你的快乐为倒来？因为你靠耶和华上帝得到欢喜，得到喜乐，才有这个快乐伫咧。原来头前咧讲，想是点伫我，点伫。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地方，点伫享受我快乐，我事事拢为内底应该加强啦。因为你点伫伊，所以你得到喜乐，所以你就迄个快乐，事事拢为。这圣经就拢是安尼，甲咱三角念念做伙咧，甲咱讲。咱到底是咧等上帝要来帮助咱，断了这个困境，还是上帝咧等咱？毋通袂记咧，上帝伊有享受自由意志互咱。互咱会当去决定咱家己的选择。你到底要选择今仔日是一个喜乐日子，还是一个忧伤的日子？选择今仔日是喜乐日子，是咱的责任，毋是上帝的责任。上帝乃是咧等咱，这是第二项。你对过去毋通去颠盘到你的现在甲未来。你对今仔日，你要宣告讲，今仔日是上界喜乐的日子，因为上帝祝福着我。对未来要安怎？未来你要期待讲有一个真美好的。你有一个真美好的这个期待伫，你活伫对未来有美好的期待伫咧。咱对未来咱拢毋知影，那知伊就毋是叫做未来啊。咱就是毋知，所以叫做未来。但是未来咱毋知要安怎，信心会当成做咱的即种有极好的期待一种关键伫咧。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1节讲，信就是所毋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即种标准伫咧。代志还未发生，无要紧。但是咱因为信，咱就即个把握伫咧。上帝耶稣嘛常常因为别人的信心，就来帮助伊。伫马太福音第9章的29节讲，个前面甲讲，条摩耶的经讲，照恁的信甲恁做成。伊医好足侪人拢因为你的信心，所以我医好着你。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咧。咱若要期待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神，咱首先爱对上帝有即个信心伫咧。你敢知？信心甚至是安那得到上帝欢喜的条件。咱看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6节，伫遐讲：实在无信，就无会互上帝欢喜。法律版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若无信，你就无办法互上帝欢喜。换主的倒转来讲啥？你要互上帝欢喜，你一定要有信。这个信是啥？就是对上帝来。你可能你会感觉讲，这信心是种自我麻醉，家己麻醉家己，麻醉安怎讲？麻醉吼，嘛做麻声吼，麻醉。信心毋是麻醉家己呢，伊是一个，毋是讲是一个迄个乐观，还是一厢情愿，家己想啊，家己欢喜就好。这毋是呢，信心是因为伊的对象是上帝。你若相信讲，你所相信的上帝是全能掌管的，佮伊听我，所以伊对我的生命中间的计划绝对是上好。咱来想想，咱甲囝儿就好，囝儿无一定知影，伊个细汉也无明白，但是爸母知影讲，我所做拢为着你好，所以你就开始伫遐为着伊做啥物代志。当然，咱爸母有可能想毋到啦，咱就足侪在意啊，就一直爱。学这学东学西，规工拢学满满去。但是，迄是咱人，咱做爸母有限，咱感觉安尼对伊好，咱拢是有限的。但是上帝是无限的哦，上帝伊知影真正的好是啥物。所以上帝若听你的，伊敢若咱听囝儿共款，伊当然将即个上好互咱的时阵，伊就袂
伊会将即个上好伫迄个所在来帮助咱。你若有即个信心的时候，你就当期待你的未来是一个完美的。诗篇32篇的第8节，伫迄个所在安尼讲：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即应该行的路，有一个版本翻译讲啊，上介好的路，只是你上介好的路 ，the best way。上帝指示予咱的是啥？毋是讲只是一条路，只是你一条路。所以表示讲，这是为着你伫迄个所在量身定做。敢若即个所在是互你，毋但互你，佫是上介好要来互你的人。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所以当然伊嘛只有伊知影讲什么对咱是上介好。上介好的到底是甚物？咱必须要放下咱家己的计划，咱才有办法去领受着上帝的计划。若无咱敢若一直照着咱家己的行时，上帝要将这上介好的计划互咱却嘛无办法。咱的过去真可怜，咱有互上帝失望，互人失望。咱的人生充满了这种失败、犯罪的代志。但是保罗写腓立比教会干啦，每年讲啊，你还袂记你过去啦，你还努力着这个头前啦。所以就是照着咱今日圣经在安尼甲咱教示，所以咱毋通受到这个过去的这种忧伤的影响着，咱来迎向上帝所甲咱备办的这个未来的。未来是要安怎？着迄个标，着即个所在标来走，着所在标来走是表示讲咱有真大的努力需要来做，毋是遐尼简单行过到，你要走，迄标敢若一个人会当办着呢啦。我啥物迄个上界努力迄个人，你有安尼迄种努力啊无？伫即努力过程中啊，当然咱嘛有种失败、失望甲灰心伫咧。但是咱若挖过了上帝信心的时，甲以及咱家己的选择的时，咱会当拒绝咱过去的即个甜蜜的。上重要就是讲，你有要选择活伫对未来有美好的期待啊无？保罗甲腓立比教会人甲伊讲，我干那一项代志，就是啥物？袂记你过去，努力头前，向着所采标来走。对咱的意思是安怎？咱毋通互过去颠簸着咱的现在甲未来。咱来看到选择讲，今仔日就是上界喜乐日子。我搁爱选择讲，我要活伫未来有是一个美好的期待中间。然后你就会当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咱结论来看，咱每一个人拢会犯着无共款程度的即个毋对，但是咱毋通去互伊甲伊拍败去，去互牵连做伙伫咧，去互颠簸伫咧。咱来谦卑咱家己，祈求上帝，而且赦免甲即个怜悯，咱毋通活伫即个社会中间，社会只会当会互你的信心愈来愈无去。信心永远拢是一个现代性，毋是过去性。你毋通干那想着讲，有啦，20年前我有感受到上帝恩典，10年前我有感受到，已经几个月无感受到，安尼甲他拄仔互咱圣经在讲呐，每工拢是一个新的恩典，新的怜悯到伫咱中间。信心永远拢是现在式，毋是过去式。咱若要袂记咧过去，努力面前的时，就是甲咱讲，咱毋通互过去牵绊着咱的现在甲未来。咱来选择今仔日是喜乐日子，咱来活伫对未来有美好的期待，然后咱特别享受着丰盛的生命。问题思考伫礼拜上有小组。伊小组中间，咱要来讲，你会当分享着过去有啥物代志咧影响着你无？到现在搁咧影响，即个影响到底是啥物？你若要真喜乐去活伫现在时，你上爱大的挑战是如何？你要安怎面对？你有些对未来有啥物美满的、美好的种期待无？你要安怎面对？你甲你的小组员分享，若无你家己下伫祈祷中间，你无参加小组，你下伫祈祷中间，你甲上帝讨论，你甲上帝讲。求上帝来帮助你，伫小组中间透过咱所有的组员的这种带导，就要成做你的帮助。毋望咱每一个人拢能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主安感谢你，因为你应允阮每一个人拢会当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阮常常受到阮过去的影响，阮嘛常常为着未来，阮感觉真担心一个。但是主，你今日透过保罗甲腓立比教会人所讲，阮来袂记咧过去。阮努力伫面前，阮来未来向着所在标底下来走，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拢是重新的这种思想伫咧。
阮每一个人拢有当努力伫这事顶面，努力伫阮家己甲伊尽的这个责任的时，然后祝你丰盛的生命就临到伫阮每一个人中间。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重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如本场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